先一开始继续关心地震。4月初3迄天，花莲发生7.2大地震。地震了后，今仔日第3天，根据内政部消防署上新的统计，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06个人受伤，还佫有18个人即马失联。目前还佫有705个人掉伫山区，爱等待救援。花莲县政府昨昏是有去每一个安置所说明补助的办法，也若今仔日消防人员会继续入去山区，找出也掉伫内底的民众。 地震过后第3天，救援人员继续进入重灾区，稳保加救援受困的民众。花莲县政府测试陆续到各安置所在开说明会，各局处向民众说明灾害救助金核发标准甲减税办法。佮公布19间旅馆、168间房间开放救灾人员甲灾民3天免费来住。这里是9驱动隧道对外的道路，目前 落实频繁，初步评估不建议持续通行。原本按算测试暗时用畅通台北线加9曲动路段173.5K， 因为道路正下，现场医院石头一直连落来，抢救作业真困难。 按算爱到今仔日下晡3点才用畅通，空勤总队也会看天气状况，派空中直升机救援。中环公路今日重点搜救地点是沙卡党步道，热水合流龙野区受困18人，加9曲动受困10人。沙卡党步道失联的一家5个人，加小地网络看出相片，加放伫停车场的车，表示亲人甲即马拢无消息，非常烦恼因的安全。搜救人员指出，昨已经伫沙卡党 步道来回敲碎3遍，沿路拢无发现失联的民众。今仔日会带搜救犬来加强敲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